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5日节，这几日啦，咱新闻拢报道真侪店家卖肉粽功夫实在有够厉害。另外，还有一块囡仔歌词唱到阿仔天顶滑落来，哇，一个真厉害。有目睭无目眉，有喙手无下海，有巴肚无肚脐，实在真奇怪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哩厉害哩，读落去哩第7条。读哩这是读白音，台语字典解说哩就是粗少有外来意思，卖当比如做严重的含义，咱讲厉害。像讲一个人破病破甲足严重，咱讲伊病甲足厉害。这个文音读做例，像讲太高病，古早有人讲是厉风，冇人说这个例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厉害，咱讲这厉害有严重的意思，嘛有强猛的意思。像讲这款的药啊真厉害，也有这人的功夫真厉害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，意思就是心肝好歹无人知影，要不过若是歹话一个出嘴，就会随去伤到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比如讲，俗语咧讲，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。好话嘛一句，歹话嘛一句。讲好话，人好，同人拢学乐。若讲歹话，就互人烦恼。歹话莫出嘴，较无沙沙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字，这是白音；文音读做例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